明兵副主被击之正所逃走了。胆大的夏某，傅爷明如看守夜了，如今纵他逃走，该当何罪？阿弥陀佛，我父慈悲，念他千年修炼，就饶他一条生路吧。岂有此理！善哉，善哉！贵子罗汉，你是本性，犯我府门清规，将他这边红尘，列进人间魔栏。佛祖，走。佛祖，法海，时候如来。吾正如指尖绕拨，青龙三丈，下得凡去，受福的要临法语，众弟子。时候如来。尔等当以此为戒，不得迷恋那红尘。阿弥陀佛。变了神光。生平就心如钢。东明修炼把身长，又遭一人攻秦王。岸上的小娃做玉花，不，秦爷大仙呐！洞中之梦来自云端仙游，待梦高价人头。
万岁府同受寂寞，何必梦一拜成亲？共产大道啊！休得如此，让我过去。梦是真心相爱，并无半点虚假。若再纠缠，休得我手下无情。我说战也不过，甘愿与己为奴。你若战梦不过呢？以太子殿看见驾！呸！娘亲身中摆，起来！方才乃是一句戏言，道友不必认真。大丈夫吉言提出，司马兰认得。休得如此告辞。且慢，娘娘为何去行太极？实不相瞒，如来殿前的鬼子老汉是我意中之人，我今正受小犯，就是为了迷信于他，以正全名。好的，娘娘亲征一见，临梦前陪，梦愿追随左右，祝娘娘一拜让礼。好到求好，从来男女同行，多有不便。梦虽道法浅淡，也能变幻，待梦便来。司法里要生花变。
急忙忙回转哟，爹呐！见小舟慢摇浮边，叫手翁你快打跳板。要到哪去呀？神要到草桥门边，草桥门路途甚远，我要这银子3000。草桥门一水之边，我给你银子2000呐。哎呀，2000呐，2000。天上船。请少翁船推快点，要不得。路上且莫留恋，一路上且莫留恋。岸上有人在叫你呀！有人叫我啊！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哟？哎呦，才是2位小大姐耶！叫老汉这甚的？请你把早晚过来，我们主仆要到你的船到请我们啊！哎呀，老汉这是宝船，宝船不打开哟！啊，是宝船不打开哟！少翁，请言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请你细细方便吧。少翁，你看外面风雨甚大，行路艰难，就将船儿靠岸，让他们主仆2人上舟来吧。你真是个好心人呐！答应了，答应了。慢着，看插到水里头，带老汉把船弯了过来呀。小大姐，快上船了！你搞快些哟！你再不上来，老汉把船推起走。你跟欠分得很呐！哎呀，人家上都上来了的嘛。小青站在这里，还是要淋雨呀。哦，站进去，莫当到老汉做活路哦。哎呀，你来都来了，未必还害怕进去吗？咋子嘛？地狱福州，倒把相公惊动了。好说了。
呢，老汉姓王，你都猜到喽。姓许明显呐！哎呀，小姐，咱家是许仙，许相公啊！许君早重逢家。我当然比许相公大得多哟，人家许相公顶多不过才，我都20岁了哇！许相公20岁，我娃才18岁，小姐呀，今年都49岁了，你恰恰比他们小姐大1岁，这上言说得好，难长的不小气。不巧，有啥个碰得到呢？都闭眼睛了。睡着了嘛？啥睡着了？都10好多年了。哎呦，王贝贝，你咋个不另外再去举一个嘛？哎呦，你看我被子都糊了。这是啥子啊？说反了，我是说我胡子都白了，还说那些事干啥哟？王贝贝，听我说啊，你是另外再去举一个的好。为啥呢？这上言说得好，男子无妻，心无足啊！哎，什么许相公？哦，对哟，这些事情啊，你问许相公，心后头有没得主嘛？哎，老实话的许相公，你讲先生名字还好嘛？大姐呀！唐北人做用功一事难担肩。
你们两个硬掺到一堆去了。就是嘛。我说你这个女娃子更笨得很。那咋个呢？你把两个石狮子拿来搬了在一堆，配成一对，不是就不孤单啦？哎呦，王贝贝，你这个主意才打得好啊！哎呀，小姐。水江东，未曾有知心的伴，我小姐到为亲，待自家园，这才是好姻缘，天赐喜面相惜。哦吼！不觉得夜来在亲我们哎呦，王贝贝，你咋个就把船推拢了嘛？哎呦，这个天上起顺风，覆水之故冲，转眼就推拢啊！我看你啊，就是一个老爹不小气。既是到了秦国门，我们就上岸去吧。小姐，请，还得下雨的嘛，我们上岸又去淋雨呀。小姐不必着急，此处离我姐丈家中不远，待被人去把雨伞前来，与小姐避雨啊。有劳相公。小姐稍后。哎呀，小姐，他人是好啊。不好找哦。那一句要尽话稍微体坛，小妻。哦，我晓得了。恭喜你呀，到明朝高月哎，抓来喽！小姐，雨伞取来了。多谢相公。哎，王贝贝，好的船钱这里拿去，哎呀，人家许相公晓得给。不要给。船钱我一并付了就是。哎呦，那就当面道谢了啊！告辞了。奉送。哎，你慢慢走哈。你到我们家来耍嘛？嘿要得，要得。哎呦，你又在喊啥哟？看嘛，我们小姐倒有一把雨伞，我的劳苦拎起在里头嘛。哎呦，哎，你离儿都走拢喽。哎呀，你老生月要生病的嘛，你还是寄个啥子东西给我解解雨伞？我又找个啥子东西给你？我找个啥子？哦，老汉这里有顶草帽子，来接到。你王贝贝，你这个是个啥子草帽子嘛？只是一个光圈圈了的嘛。哎呦，
岂不闻破锣破鼓论旧乐呀？还有一个破锣破鼓论旧乐呀！我走了哈。慢着哈。哎，转来转来，哎，转来哟。你就这样走了？啊。二天许相公到哪里来取雨伞？老汉我又到哪里来取草帽子呢？哎呀，你不说啊，我都还搞忘了。哎，许相公，我们住在清波门外，滕王府啊。滕王府，哎，王伯伯都晓得的哦。我哪来晓得有个滕王府么？这滕王府。有个滕王府，有个滕王府，有个滕王府。哦，许相公，你明天就来取伞嘛？定来拜访。王伯伯，你也来哈？哎，我来做啥呢？哎呀，你就来取草帽子嘛，到时候啊还要请你喝杯酒嘞。哎呦，我定来讨这个300杯哟！小姐，我们走了哈。小姐，这里是路滑，你要小心些呀。我知道。小姐，我们走了。许相公，小姐，哎，王伯伯，你快把船推起走嘛！哎，你又在看啥子哦？哎呀，你看这背时的死老头儿哦，他看人影子都看神了的吗？哎，许相公，小姐。奉父子将天庭四处巡探，得继子已逃到杭州城边。我本得新也要西天承办。怕的是两只手我烂的死全了。哦，是巧计，我先把许仙诱骗。变一个王道林，把夫婿来牵。情深一场。康里同贤妻金童齐皇人敬仰，祝我新家床板报后堂。不求
好了，你且去即归。早去早归呀！我知道。无良父，你是贫道王道林师爷，到此这身呐，特来与你治病的。我没有病啊，我管你满脸黑气，耳目昏昏，定是被妖所缠。妖在哪里？就在你的家中。何人是妖啊？你去白素贞。哎。想我去来贤淑之人，精通医理，长期贫苦，钱塘父老无不敬仰。何言是妖啊？真是岂有此理呀！你若不信，看，此有灵官符一道。你将他悄悄压在你妻的头上，稍时定要头昏眼花，自化龙血而亡。拉倒。灵不灵，一时便知。师傅，你要悄悄压在他的头上。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了。师傅，你也不能侧看，倘若灵官现身，贫道吃罪不起，千记，千记。斗寇新君王，娘子，你都归来了啊！归来了。哦，哎，官人为何闷闷不乐啊？娘子有所不知，适才王道林来在殿中，一派胡言乱语，好不欺人呐！他都说些什么？他说娘子你是妖啊！哦，他还
着我灵符一道，要我悄悄压在你的头上，还叫我不给你说嘞，真是气人呐！那你又咋个说了嘞？娘子，你我夫妻情中，我又怎的不说，怎的不讲嘛？既是如此，官神请哪？请来这身呐！哎，请来送酒啊！那又何必？那又何必呀？官神，素不亲生廉贞，有贞之妻，是人是妖啊！官人，快来！官人，快来呀！官人，这灵符戴在头上，事后又会怎么样的？那王道陵说，此符戴在头上，稍事便会头昏眼花，直化龙血而亡啊！待本人与你去下，待本人与你去下。我的头怎么昏了起来了？他的头怎么昏起来了？眼也花起来了。待本人与你去下，待本人与你去下呀！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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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！哎呀！我在打药啊！在哪里？娘子，方才你方才妻是许你昨晚的。喂呀！娘子，你把背人下这一条哟！那王道陵真是可恶，待被人找他评理去。秀峰道士借此敛财，官人死后不与他来往便是。若不是娘子讲情，我定不与他善罢甘休。官人收点许久，去至后堂歇息。被人告退。
2根了。我当活神，却原是夏目大仙。不敢大仙，小道士儿，小道士儿啦。小妾薛大仙拜座。座位到。娘娘金驾在此，小道士儿离而后教，不敢坐啊。坐下好许话。不敢坐啊！叫你坐下。三，坐下。坐标喽。请问大仙，乃我家中何事？只因许官人说，娘娘你啥？身怀禄家，少精神呐。哎呦，要熬人喽！你可赠他什么？我赠他一道。啥？安太傅啊，安太傅。甘太傅，为何上面有斗口二字？啊！接受。一将。这是咋个搞起在呢？你说咋个嘞？你说咋个嘞？究竟咋个嘞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安太府、灵官府我放在一起，只因许官人要得欢，贫道就拿得忙，想必是拿错了。哦，我格外给娘娘拿一张。耶，你还有啊？没得了，卖发财喽！为了国家之事，倒把大仙费心了。没有帮到忙哈！哎呦，掉车！哎呀，我还不快跑啊！走！呀呸！哎呀！哎呦，哎呦！马坡道李不哎呦！想当初丧事千里，好凶险历经追踪到城犯，假作慈悲是安
间，要算姑息金残言，情儿与我皮鞭残呐，是打不得了，哎呦，打不得了哟，哎呦，哎呦。站在南楼西盘算，耳听堂前闹声全是何人？哭声凄惨呐，娘子。小青何时啊来提鞭？小青不听管教，出外玩耍，念在被人将情，就饶过他吧。还不快谢过你家姑爹，谢过姑爹，谢过娘娘。娘子，今日殿中无事，我要外出采办尘埃菖蒲，明日端午正好发烧。殿下早去早归。我知道。小青，你家姑爹外出有空下落，再生是非，随后